香港4條行山徑，麥理浩徑、鳳凰徑、衛奕信徑同埋港島徑呢4條嘅路線咧，夾埋咧就叫298嘅路程。咁我有一個計劃咧，就叫298項目，就喺1年嘅時間嘅裏邊咧，係帶領年青人咧係去行北行完呢4條嘅路線嘅。各位家長，我哋成日話咧係點樣去發揮我哋嘅年青人嗰種嘅正能量，同埋咧喺康體嗰方面咧係增強咧佢嗰個正能量增強佢自己個人嗰個嘅叫做意志力嘅發揮。咁咧，如果你有興趣嘅話，或者你可以上去我哋嘅網頁幫你嘅細路仔去睇下呢個嘅298項目咧啱唔啱佢。咁個官網咧就係基甸事工嘅官網，基係基督個基，甸係布甸嘅甸，事係事情嘅事工咧係工作嘅工，基甸事工呢個嘅網頁咧有資料喺度。